在自由工商57周年校庆，校方特别办理第一届杰出校友颁奖典礼，邀请前台南市消防局长吴明峰、前市府教育局督学黄光明、大台南游览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苏昌洲3位杰出的校友回来到学校接受颁奖表扬，希望透过奖励学长在社会上优秀的表现，成为自由工商学生学习的楷模。我们请我们的学长们向前，将您手上的蜡烛星火传承给我们的学弟妹们。今天我们的校友回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我们现在慈幼里面，除了我们有汽车、资讯、电机以及烘焙，我们这4个科，我们这4个科当然是以技术为主，然后培育我们所有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将来都可以顺利的就业。那除了就业，想要升学的孩子，他们可以在科大里面就近入学。3位杰出校友吴明峰、黄光明、苏昌洲，除了感恩过去在学校时师父甲老师的陪伴教导以外，也鼓励学生爱勤勉向上，努力学习。感念到慈幼呢带给我的这种教育的恩德，尤其当年呢这个神父修士啊，他们呢一辈子数十年的时间呢都根深在这个学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跟学校跟学生呢玩在一起哈。那个时候呢，跟他们踢足球啦，或者是平常的这个教育呢，都是深深感到他，因为他们呢整个好像我们是他的小孩子一样，这样子在照顾我们。由于有神父跟修士，以及很多的愿意付出的老师，他们的奉献，所以呢，造就了很多杰出的校友，分散在台湾各个角落。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校友会的这个选拔，能够呢，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传承下去。感谢慈幼神父修士以及一些师长的教导希望面对少子化的冲击慈幼能够效应昌隆。第一届的杰出校友的这个表扬那我们来彰显慈幼精神跟慈幼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贡献，也鼓励学弟妹他们认同学校的一个师长的教导。校长陈素丁表示，自由工商建校57周年，持续秉持包思高神父的精神，每一位师长身上有着传承自由的同齐带领，也勉励在校每一位学生未来在毕业了后，致力在家己的工作岗位。望有一天嘛会当回来到学校接受学弟妹的祝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